我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小朋友，你敢知影这张相片内底青色的讲是啥？嘿嘿，是火金菇。阿姊讲要带我去看火金菇哦。乐乐，准备好要出发未？好啊，好啊。你好啊，我是黄彦莹。哦，我叫是火金菇，是一团发光的球。那呢，你发光的所在伫倒位啊？乐乐，这个是台湾定看到的水生火金菇，叫黄彦莹。伊有一个厉害的尻川会发光哦。厉害的尻川？我互你看，火金菇会发光的，其实是伊的巴肚。公的有2节发光，母的有1节发光。阮查甫查某拢会发光哦。进来，亲爱的。是安怎火金菇要发光咧？火金菇发光是为着要找伴结婚哦。当年3月到10月的时阵，母的黄彦莹会伫草埔顶头甲草掠咧，尻川会甲光发起去。公的黄彦莹伫空中看到母的发光，就会赶紧飞落来甲伊结婚哦。只是结婚煞生卵了后，火金菇的阿爸阿母嘛都会死去啊。哦，火金菇的囡仔足可怜，一出世都无阿爸无阿母。其实火金菇的囡仔有阿爸阿母留予伊的一个礼物哦。哈？什么礼物？就是真厉害会发光的尻川啊！哦，火金菇仔囝嘛会发光呢。伊发光主要的目的是警戒，就是警告其他生物莫欺负因哦。乐乐，林园长阁要带你去一个所在。这是什么所在？这个是黄彦莹的车底，是一种水流较慢的烂涂的水沟啊，或者是后壁有种柱啊迄款的慢水溪。迄黄彦莹会甲卵生伫伊的岸边，刷落来等卵孵做幼虫了后，就会浮去水内底，就变做水生的幼虫。原来黄彦莹的囡仔住伫水内底。对啊，而且伊的幼虫的主要的食食是水内底的螺贝类哦，伊是肉食性的，啊生虫敢若啉露水，无咧食物件。哦，不过火金菇的囡仔哪会生遮济脚？毋是哦，迄毋是伊的脚。阮通拖毋是有真侪气孔，气孔是伫咧陆地上会当喘气，伫水内底伊就爱伫气孔的外口，佮加一个亲像刺的物件，才会当呼吸到水内底的酸素。原来是安尼。火金菇毋是干那黄彦莹这种哦，其实全台湾有60几种火金菇，幼虫有的住伫水底，有的住伫陆地。各种火金菇发光的色水甲频率拢无共款哦。乐乐，时间差不多咯，咱要来看火金菇咯。咱今仔日会看到的火金菇有2种，一种是乌石萤，伊闪示的频率会较紧淡薄仔，亲像安尼，光光光。另外一种是水生的黄彦萤，伊闪示的频率会较慢，会光光光，安尼哦。小朋友，这是我今仔日翕到2种火金菇发光的影片，你敢看得出来倒一边是闪示较慢的黄彦莹？一时金金金，满天拢是发光尻川。乐乐，你还袂甲小朋友讲答案是倒一个呢？嘿嘿嘿，对吼，答案是这个。你的答案敢有正确？对啊，林园长阁有讲，咱去看火金菇的时阵，到定点了后，手电会当暂时关起来，才袂互火金菇摸唔着方向，找无无。身躯顶嘛尽量莫抓蚊仔水、芳水，会当穿长衫仔裤，甲保热鞋啊，较免互蚊仔咬着。来找我耍的时阵，爱注意哦。乐乐有冰刀咯。会记得爱饲定冰岛的动物哦，嘿嘿嘿嘿嘿。